婦科小課堂，大姨媽血塊多點算？如果你每次嚟大姨媽咧都會痛經，而且咧仲會有血塊，咁呢啲咧唔一定係宮寒嘅結塊，而唔會咧係一啲排毒，咁更加之咧唔一定係流產嘅。呢個咧好可能咧同你嘅另一半咧經常咧惹你咧發嬲啊、發猛症有好大嘅關係。所以呢個角度嚟睇咧，呢啲咧就係子宮內膜脫落導致嘅血塊多。咁喺中醫認為咧，呢啲多數咧都係血虛氣滯。如果你喺嚟大姨媽之前啊，乳房會脹痛得特別犀利嘅，咁而且咧就伴隨有啲月經不調啊、痛經啊、經血咧呈暗紅嘅、發黑嘅，咁仲有腰酸腹痛嘅呢啲情形，特別咧係嚟月經嘅第一天咧會痛得特別緊要嘅。咁造成呢啲嘅原因咧，多數咧都係同你平時咧容易發猛疹啊、發脾氣啊、長期嘅焦慮啊、心情唔好咧係有好大關係嘅。咁另外咧，女性啊喺有咗性生活之後咧，體內嘅激素啊都會發生變化，咁好可能咧就會出現一啲月經不調嘅問題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想要調理呢個咧，就不妨咧可以參考下呢個常用藥咧，就係調經補血丸。呢隻咧係一個專門調理女性月經問題嘅藥。咁佢係由活血調經嘅鸚鵡草啦、疏肝理氣嘅香附啦、多味嘅中藥組成而成嘅，具有調經補血理氣嘅作用。